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提提你，喺香港駕駛遇到迴旋處嘅時候咧，千祈唔好慌張嘅。今日我就用1分鐘嘅時間教你哋掌握正確嘅方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Fion Chan 陳心妍。嗱，記住喎，香港嘅迴旋處咧有2種嘅，有一種咧就叫做傳統迴旋處，而另一種咧就叫做螺旋處，都係順時針方向行駛㗎。最重要嘅第一個規則就係進入咗迴旋處前咧，必須減速或者停車，確保咗迴旋處咧就喺右方係冇離車，足夠安全先可以駛入個噃。而右方嘅車輛永遠咧都會有優先權嘅。第二，要選擇正確嘅行車線，通常兩線嘅迴旋處咧都有3至4個出口㗎。如果打算喺第一個出口駛出，咁就應該用最左線進入，打左燈。進入咗後，繼續咧就會靠左線駛出就可以啦。如果要喺第2個出口駛出咧，就可以用右線進入，而駛過咗第1個出口之後咧，就靠左線駛出啦。如果要喺其他出口，例如轉右或者掉頭咧，都可以用上面嘅方法。如果要喺迴旋處前面嘅位置先靠左駛出，當然就可以繼續用右線靠右駛出啦。但一定咧要確保咗左方嘅行車線嘅車輛動向同你係冇衝突嘅。最後準備咗駛出迴旋處嘅時候，必須提早打左燈，確保咗安全。觀察咗旁邊嘅車輛之後咧，先可以切線離開個噃。總結就係香港迴旋處係順時針方向進入，選啱咗行車線道，發出咗正確嘅燈號。如果要轉左，就要靠左打左燈；如果直去或者轉右，就要先靠右打右燈，再靠左打左燈。一齊注意道路安全，關注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，了解更加多嘅道路準則啦！